洲联盟周四宣布，其正在向世界贸易组织发起针对中国的诉讼，因为它对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做法也影响了欧盟市场的其他出口。北京已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名称使用台湾一词，持续对立陶宛外交及经贸强力施压，甚至要求欧洲企业将立陶宛自供应链排除。中国解放军持续袭扰台湾西南空域。空军昨晚证实，中共解放军6架次歼16战机、2架次运8反潜机、1架次运8远干机袭扰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空域。空军则依惯例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并以防空飞弹追歼。应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前来土耳其进行访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普京欣然接受了埃尔多安总统的邀请。早前消息称，埃尔多安的发言人伊布拉辛卡林表示，土耳其愿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提供平台。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作为其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一部分，该部将征求公共意见。作为我们推动拜登哈里斯政府优先从美国的供应链中消除强迫劳动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以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对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网络攻击，在电视播放过程中，屏幕上播放了几秒钟的视频，内容是赞扬人民圣战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在伊朗被视为恐怖组织。在屏幕上停留了几秒钟的图像，包括向拉杰维致敬和向哈梅尼伊致死等标语。汽车生产商雷诺公司、日产汽车和三菱汽车未来5年将向电动车领域投入230亿欧元。上述公司表示，他们计划在2030年之前推出35款新电动车型，同时在全球主要生产基地为电动汽车提供总计220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决定将宣布该国的建国日期为1727年2月22日。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基茨就此事发布的法令在官方通讯社 SPA 上发布。据称，该法令是基于国家根基的自豪感和公民对3个世纪前穆罕默德本沙特时代统治者的深深忠诚。